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中秋这个月开始，慢慢啊透东北风，就是咱咧讲的九降风。就一句话讲，东北风护太公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东北季风就是护的阿祖，也就是会带来雨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东北风的东，读倒东第一条。东就是方位方向的名，相对应就是西。有时阵东有人读做东，有人认为讲一个是白音，一个是文音，嘛有人认为讲这是方音差。像讲东海有人读东海，东方有人读东方，啊东洋嘛有人读做东洋。不离个有时阵地名都有惯系读法，像讲屏东咱袂读做屏东，啊台东一般嘛袂读做台东，罗东嘛袂读做罗东，远东较少人听讲读做远东，啊东南亚嘛袂读做东南亚。咱会形容讲物件真济，或者是真杂，像讲上东上西，也佫有嫌东嫌西，看东看西，也佫有讲东讲西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东倒西歪，意思就是形容物件乱糟糟，嘛会当讲是哩哩啦啦、散呀呀。第二个词读做上东上西，这句的意思是讲上济黑白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一个转去到厝内，发现物件东倒西歪，伊就想东想西，想讲敢会是厝内着贼头。上尾伊饲的狗仔豆豆扫出来，看起来咱是，伊才知影原来凶手就是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东，嘛有人读做东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